我知道仍然有一班唔夠聰明嘅人，努力為到自己嘅夢想，為到呢個城市嘅未來艱苦咁樣前行。或者呢啲就係你所講嘅蠢人啊！但係我同你講，佢哋先至係一班真正有信念嘅人。他出發找最愛，今天也未回來。華俊，途中那些細節沒有太多的記載，但為什麼不放值得咩？為咗我哋未來，值得㗎。咩係未來啊？我唔知道啊。未來一種信仰嚟啊，冇人可以肯定到個答案。誰若碰到這個他，還望可將那美意帶回家。流落野外恐怕太快叫他睇化，愛情電影小說也太虛假。誰若碰到這個他，能為他了了這小心願嗎？無力協助他嗎？也願你任由他騎着世上最終但係無論個答案係點乜，都係我哋每一個人對 Better Tomorrow 嘅想像。可能而家世界係好差，但係我哋都要有勇氣去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。因為人可以對而家嘅世界絕望，絕對唔可以失去想令呢個世界變得更好嘅渴望。無論你是愛他不愛他，還是可將那勇氣帶回家。係留俾有信念嘅人。卻欠這種優雅，教人夢想不要去談代價。最後即使走進浮沙，沉沒中也會發出光亮嗎？臨近破滅一下，要是信任童話，還是有望看到天際白馬。你努力啲啦，總有一日會做到嘅。但有啲嘢咧，唔係淨係靠我一個做到噶，係要靠我哋一代人嘅努力先做到噶。留低那種意義，就看世間怎記載。